陈萍萍都跟你说了些什么？陛下，他说了3名刺客的身世，还有呢？他还说这场火有可能是陛下自己放的。哼，这个老东西。还说什么？还说陛下这么做是想赶走叶家。与叶家无关，但是与叶家的一个人有关。叶流云，叶流云在江南，听说是云游天下。朕给他下了12道密旨，让他回京都，他居然置若罔闻，抗旨。对，抗旨。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大宗师，这些人现在非常人所能匹敌。四部剑，一人一剑，守东一城数十载，100万雄兵难以靠近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大宗师。这些人置王法于不顾，视规矩不愤的。你说他们还是人吗？是战略性武器。错，武器没有喜怒哀乐，可能束缚他们的也只有人性了。这些所谓的大宗师，其实是这世上的顽疾。那您还赶走叶家？我是想看看叶流云是否还有所谓的亲情。那他要是真急了，怎么收场？他叶家还有人在京都啊。叶灵儿，我跟您一起去定州。灵儿，爹，对不起你。把你留在京都，并不是为了保护你。知道爹为什么去定州吗？守备失职。那是责罚，所以，我们叶家必须有一个人留在京都。你，就是爹选出来的质子。只要你在，上面就安心。莲儿，对不起，爹只能选一个了。从今以后，再不要搞行侠仗义那一套了。记住，在京都，没爹的孩子，最好什么都别做。我明白。最近你对二殿下观感如何呀？为什么问这个？你可以嫁给他，但是别把他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如果陷进去了，就没有退路了。我懂了，我就是叶家的退路。我宁愿你不懂这些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这世上总是事与愿违。谁都别恨，好好活着，我的女儿。
只要是有人在，就留有余地，不是吗？叶灵儿之所以留在京都，是因为和老二的婚约。您从赐婚那天就想到今天了，为什么告诉我这些啊？降空庙朕腹背受敌，你放下了朕，去救老三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当时那一剑，臣要是不挡，三殿下可必死。那在你的眼里，朕的命还不如老三。前有剑，后有刀，臣只能挡一个。当时看来，那一剑威胁更大，救三殿下，只不过是顺势而为。你完全可以拿老三当挡箭牌啊，你就不至于受伤吗？事发突然，臣来不及想那么多，只想着挡箭救人。你好生歇息，等你好一些，朕带你去一个你想去的地方。别一直磕了吧，不合适。再合适不过了，你可救了他的命。那也没必要磕这么重吧。没事儿，他自己愿意。自从你救了他，程平天天提起你呢。对了，你伤口还疼吗？啊，没事了。哎，晕了。没事，歇会儿还能磕。这婉儿和若若呢？怎么没见呀？啊，若若啊，让太医拉去教医术了。你可真行，这开膛破肚那本事，这你也传出去？医术本就是救人。那婉儿呢？回家取些衣服啊，我想着还要在这儿住一些时间，顺便把轮椅也带来。轮椅家里也有。之前装病的时候，陈院长送的。传闻是真的。我不知道。若是真的，那程平跟你的关系就更近了一些。我还真不知道。我想让程平拜你为师。要不等他醒了，问问他自个儿的意思。该喝药了。哎，没事，这事我能做主。啊，要不还是现在喝了吧。干嘛非得下毒啊？这屋里怎么还能下毒呢？这，怎么是你啊？公点被贬，我临时顶一下，你安心养伤，刺客我来打。今儿可不止这两个，动手行刺的都是在广兴宫行走多年的熟人作案。我会把广兴宫的人彻底换一遍，行刺的事情也会告知父皇，定会给你个交代。多谢。要不要叫太医？啊，没事，他这还没磕完呢。我这边的情况您也看见了，三殿下跟我走的先，会更危险。你看啊，现在这朝堂上上下下，唯一能保护他的就只有你了。
不用接着磕了吧？拜师心一定要诚，我们俩说好的，磕晕了算。刚才已经晕了，这不是醒了吗？醒了就不能算。您就不心疼自己儿子？为母则刚。再使点劲儿，我没听见响。陛下口谕，京都的人太多了，鱼龙混杂，是该筛一筛了。麻烦一问，怎么个筛法？请二殿下仔仔细细查一查府内上下是否有不该在京的人，若有，便立刻遣送离京。那还用筛吗？直接点我的名儿不就得了？公公放心，我一定认真筛查。口谕一传，老奴告辞了。公公好走。赶快让他走吧。姑姑，杀范闲可不是儿戏啊！不是我杀的。广兴宫动手那些都是跟随你多年的，虽然审完都说自发，没人信啊。我会蠢到用那些宫女太监吗？再说我知道范闲是学毒的，我还对他用毒？那会是谁？我是疯，又不是蠢。你意思是皇后指使的？这事儿不对啊！皇后杀人怎么如此儿戏？不好猜，我也懒得猜。姑姑，如今陛下逼你回信阳，打算如何应对啊？范闲要接手内库，必须要掌控3大坊，他一定会去江南。京都不好动手，可江南是个好地方。也不好说，虽然没了武功，身边护卫也不会少。叶流云在江南，怎么？大宗师会帮姑姑杀人？你猜？姑姑，你我联盟这么久，到底对我藏了多少秘密啊？姑姑这是打算亲自去江南等范闲？姑姑今日便乖乖地回信阳。范闲若在江南发生任何事，都跟姑姑没有关系。你好自为之吧，我今日便离京。那就不送了。我也再试试，如果能够在京都杀范闲，就不辛苦姑姑了。怎么杀？你要进宫？我也不蠢。姨娘，不用再装了，这些就够了。休养几天，很快就回来了。这可说不准。婉儿，范闲身世的传闻你该听说了吧？听说了。你说他会不会就此留在宫里不回来了？他一定会回来。你意思是，他身世传闻是假的？真假我不知道，但其实也没那么重要。傻孩子，这怎么能不重要呢？大婚时，我们是在范府拜的父母高堂，他姓范这件事不会变。你怎么知道？他跟你说过？不用说，我了解范闲，他一定会这么选。这孩子运气真好，能娶到你。是我运气好，才能遇见他。吁！怎么突然停车？这二表哥，是范闲他们杀的你二哥林红。你二哥死之前，范闲便知道牛兰街刺杀的真相，他骗了所有人，
请下车。灵儿也知道。你若不信，可以叫灵儿来当面对质，便知真假。你何时知道的消息？有段时间了。大婚之前你却不说，受人之托，况且那时候说没有任何用。你只不过是想借刀杀人罢了。至亲之仇，你不报吗？婉儿，你忘了吗？你姓林。停车！吁！这。老师这字真好看。倒也不用硬夸。哦，谨遵老师教诲。不用这么多礼数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怎能不敬？这背篆都乱了。话说回来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可教你的。你为人处事也有自己的习惯。我娘说了，从今以后，老师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绝无二话。那辛苦你，这封信帮我送到监察院。我去？不让我去？我听说监察院一天到晚血流成河，是真的吗？怕就还回。不，我听老师的。到了监察院啊，跟他们说，这封信寄往北齐。给北齐哪一位？海棠朵朵。老师，我懂了。你懂什么了？我一定好好保护这封信。你是不是误会什么？我现在就去。不用，这么晚了，明天再说。老师，我先走了，你放心，一定完成主道。去。师母晚了，我先告辞了。完成什么嘱托？托监察院寄信给海棠朵朵。写了什么？苦荷大师有个功法叫天一道心法，据说可以重塑根骨。想想法子，看什么条件可以交换过来，总不能一直当个废人。听说那功法，苦荷从未外传。总得试试啊。你刀不要藏在袖子里，容易伤到手。其实，你跟朵朵姑娘写信，不用告诉我。但是你问我了，我就得说呀。是吗？我答应过你的，绝不骗你。婉儿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我二哥遇害前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是他策划的牛栏街刺杀？那天在醉仙居跟司礼礼在一起的人是谁？那人是林府的二公子林广。
是。那杀他的是不是你？不是我。你知道凶手是谁？我杀了林子。谁给你的权利杀人？是小姐给的权利。知道。是不是你身边人？是。是我哥要杀你，你还手理所应当。从道理讲，你没有错。可是活在这个世上，不是只有道理就够了。那是我哥，我从小染病，没法出门，是他一次次进宫来陪我。想着法儿的哄我高兴，你明白吗？从道理上我不该恨你，可是我做不到。我明白，人总是有情感的。为什么不骗我？为什么不骗我一辈子？只要你说，只要你骗我的话，我就会相信。我只信你说的，再多的证据摆在我的面前，我都不会相信。我假装看不见。你为什么不骗我一辈子啊？对不起。皇后殿下，哎呀，您慢一点，这不合规矩啊！您让我也是，真是皇后殿下，让我通报一下再去好吗？您听我说，我怎么也得去报告一下你再进呐，您说是不是啊？好。臣妾拜见陛下。难得一见啊！当年血案之后，再没见过。朕好像记得你怕黑，是吧？陛下，臣妾怕黑，是因为亲人的哀嚎总在耳边回响，放不下。不过臣妾如今觉得都该放下了。陛下，臣妾是来认罪的。何罪之有啊？悖逆不道。当年陛下虽说屠尽臣妾一族，可这么多年，依旧留着臣妾这皇后的位子，这是何等的顾念旧情！臣妾不仅不醒悟，数年来心怀愤恨，甚至对陛下避而不见。如此绝情绝义，臣妾之罪，罄竹难书。你这是来寻死啊？实在是罪无可恕。
那干嘛不去悬梁啊？陛下，万万不可！臣妾如今还是皇后，若悬梁自尽，未来史书上难免生出嫌笔。但凡有损陛下声名，臣妾就算万死，也难辞其咎。还请陛下先夺去臣妾皇后之位，再下旨论罪。我真过不去。我知道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理解你。但是我不能对你动手，我欠你的。是谁动的手？告诉我一个名字。是不是你那个吴周叔？你说过，他从小陪你一起长大。是。我哥也是。如果你的吴周叔遇害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发疯，会复仇。我也一样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他动手时，是不是你发出的命令？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当时吴祝书没在我身边，我是想要自己动手的。我人都已经出了京都了，我只是晚了一步。不在身边，那就是他自行出手。不是他，是我起了杀心。不一样。我要杀了他，我要杀了吴祝。吴祝书跟苦荷交过手，他的身手与大宗师无异。我知道。你恐怕伤不了他。我也知道，但是能不能，不代表该不该。婉儿，我不会让吴祝书伤害你，同样，我也不希望你伤害他。我恨是吗？我知道，是对我自己。我都不敢相信，刚才你说不是你下命令让他出手时，我竟然松了一口气。因为这样一来，我就可以把所有的恨都放在吴祝一个人身上。我竟不敢恨你，所以我对我自己很失望。在那一刹那，我选择了你，背叛了我二哥。我要杀吴楚，是我跟他的事儿，与你无关。就这样吧，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是我二表哥，他是想切刀杀人。既然二表哥落子，就定有后手。我先回去了。如果他再来找我，我帮你打探消息。接着说。至于罪名嘛，广信宫范闲遭遇刺杀，臣妾身为后宫之主，自有失察之嫌。以此论罪，
名正言顺。你想的还挺周到。臣妾欠陛下的，早就该还了。还有什么？臣妾死前想去看看范闲。当年恩怨虽说已是往事，可这孩子出生便没了母亲，所以我该给他认个错。你给他认错？人之将死嘛，死前了却恩怨，也好走得安心些。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广信宫刺杀，李云瑞难脱其咎。既然皇后撤了，她这长公主也该治罪。不敢欺瞒陛下，这请求既有公义，亦有私心。臣妾舍皇后之位，化去范闲怨仇，免得陛下为难。至于李云瑞嘛，算是断了李承泽的臂柱。这一切也是为了太子。太子温良醇厚，最重孝道，心中除了对陛下的尊敬，再无其余念头。当然，臣妾今日所求，太子一无所知，是我一意孤行。哥，我全都听见了。嫂子伤不到吴竹树的。我知道，他也知道，所以他这么做，与其说是复仇，不如说是惩罚自己。你干嘛？今天我自杀，我得保护你啊！嫂子削水果的时候，我比她都紧张。那是你嫂子。这把刀就是以防万一。其实我想用这个。这有什么用啊？上次帮你治疗的时候，我找冷师兄要了一点哥罗芳。我身上了？我试过，一扎就晕，管用。你拿谁试的？李太医啊。胡闹！你扎人家李太医干什么？他自愿的。李太医为什么自愿让你扎呀？他说他要学你的手术，说这个哥罗芳将来必有大用，他自己要摸索伎俩。说说，你好好学学人家李太医，学医是为了救人。我也是为了救人啊，哥，我是为了救你。我有侍卫保护。刚才嫂子在的时候，侍卫都没进来。侍卫防的是刺客，真正伤害你的人未必是刺客。你们两个别这样，一个要杀五竹叔，一个提刀在边上守着。哥，你干嘛？哥，你太激动了，伤口会裂开的。我没事。你嘴上说没事，心里比我还要紧张。来，喝了它。我就放了一点点剂量，最多只会让你熟睡。哥，你现在就需要安静休息。别老想着保护我。知道了。如果你见到五竹树，我知道了，让他别伤到嫂子。
我说，这件事情还没结束。没事的，哥，别想了，睡吧。以我主厨的身手，不会让你为难的。但愿吧，有武叔叔在。武竹叔不在的时候，我就是你最后一道防线。你放心，无论发生任何事，我都会守在你的身边，永不缺席。你的皇后身份朕不会更改。范闲，你没有必要去见他。臣妾只是想赎罪。还是好好的活着吧。那广信公刺杀呢？广信公跟李云瑞没什么关系。这皇宫之内除了李云瑞，还能是谁？你已经耗尽了我们夫妻的缘分，今后不再见。陛下，臣妾听说，拥有一切的人，终究一无所有。出城是陛下的旨意，那总得有个去处吧？上次闹刺客，陛下说小范大人没有好好的赏花，再去一次，单赏一回。我能不去吗？啊？想一出是一出。那辛苦各位，帮忙抬一下吧。小范大人上车了。是。马上就来。谁马上就来？小范大人马上就来。那我是谁？啊？哎，慢点，哎，轻放，好，慢慢放，哎，慢慢放。抬小范大人上车。
大人，请。请我去哪儿？什么意思啊？往后他是范闲，我是贾任。这个加上这个是温柔的，这个和这个是强烈的，这3样加起来无解。来，让一下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有事儿？避避风头。不，谁这么大本事，能把您给赶到这儿来啊？范建，这年龄大了，脾气暴躁，拖算了。哎，不是，他找你做什么呀？没什么大事，范闲出城了。范闲出，你不是说范闲受伤了吗？之前范闲疗伤，小太监行刺，不过人没什么事。不，行刺这种消息也能传出宫来啊？要不范建怎么着急呢？这种消息，如果陛下想瞒，不会藏不住啊。啊，这是做局呀。范闲是饵，这个饵能钓出谁来呢？范闲受伤，武大人就没出现过。所有人都说废介只会用毒，他们错了。宫内养伤，层层保护，再安全不过了。所以武大人没有出现，可有过行刺又孤身出城。武大人必然暗中保护。那么这个局是给武大人准备的。有个问题过不去，只有大宗师才有资格跟武大人交手。叶流云在江南，虎河并未南下，四不见还在东夷城。难道是宫里边那位？不对呀，宫里那位要是真动手的话，谁胜谁败还不知道啊。他要是重伤了，这平衡就会打破了。陛下不会冒这个风险。把我关在这儿，是因为我追查的太紧了，离真相太近了。江南那个杀人犯不是武大人。
犯人偷袭我时用的兵器与武大人相似，招式也相似。他对监察院的人下手，是为了引出武大人。陛下愿意配合神庙使者，共同追捕神庙背叛者。神庙来人江南行凶，是在找武大人。难怪到京都，这人就没影了。是陛下抹去了他的踪迹。此事也尘埃落定了。陛下就这么想杀武大人吗？如果想杀，洪四强该出手啊。不对啊，陛下和你不会犯这种错误。这次布局，陛下真正想看到的是两败俱伤。所以说，什么事情瞒不了你。院长，这种局你也配合呀？你就真忍心看着武大人送死？这么些年，神庙一直在询问不足，不仅仅是今天。你的意思说，不止这一次？两败俱伤不可能，最后的结局是，你要相信他。院长，我有一个事儿不明白啊，你到底站哪边啊？我去南方找你，你没有出现。江南杀人的是你，我以为你会出现。为何找我？跟我回去。你来自神庙。你是冗余，不该存留于世。跟我回去。可以，我忘记了太多，或许在神庙能找回遗失的过去。要回去的还有叶青梅，她已经死了。她有儿子，那是残留的痕迹。也是不该存在的错误。找到他，带回神庙。原来你并不知道他是谁。结论突兀，前置条件模糊，由对话进行判断。我应该已经见过叶青梅的儿子。交涉结束。
你选择回神庙，冲突并无理由。守护它，是我的使命。陛下，这是哪儿啊？这个地方你早该来。这有一个你需要见到的人。什么人？随我来。你还是那么的年轻，可我却老了。好好看看，这是你母亲生前留下的唯一画像。那个时候，它就像一颗耀眼的流星，又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焰，
让秦国人看到了不一样的光。陛下，五竹的功力远在神庙使者之上，就算属下利剑破甲，再用新功，还是被他逃脱。五竹伤重，不知所踪。依臣所见，能击败五竹的，只有大宗师。神庙使者，非肉身凡人。那又怎么样？照样得死。烧了他。是。来，看那片菊花，就是你娘当年亲手种下的。神空庙那些花都是从这儿搬的。嗯，每次赏花，您都带着它。他喜欢呢。他喜欢花，他喜欢所有活着的东西。为何画像上的我娘如此年轻？哦，那张画像是当年朕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就这样。您很想他，所以呀，我把内裤交给你，就是因为你是他的亲生骨肉，在这个世上，只能是你。我像她吗？没她漂亮，但是内心很相似。我没她那么勇敢。记得当年他跟朕说过，皇帝这个差事不好当，要有强大的内心和坚强的意志，所以有些东西是要舍弃的，包括最珍贵的东西。